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3月1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17到22节。以赛亚书10章15到22节。约翰福音第8章12到20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搁再有黑暗，还是讲无搁再行伫黑暗的中间。伫圣经的中间，黑暗通常是指甲上帝，咱讲光明会颠倒头面啦吼。真大的部分也代表人的性命失去了光芒。台湾有一个药商伊的广告词是安尼讲啦吼，伊讲肝若无好吼，人生就是黑白啦吼。是讲人生会失去迄个光彩吼，迄个色彩。无有健康的人就无有健康的光芒吼。无有光芒就变做黑白啊吼。基督徒是失去甲上帝的关系，人生就变成做黑白。对色彩学的观念来看啦吼，黑甲白毋是色啦吼。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是伫暗时若拢无路灯，咱出去伫外口，咱无法度去分辨迄个色彩。但是伫日光的下面呢，咱会当看侪无共款的色。所以要画出生命的色彩，就必须爱画伫即个日头光的下面。就圣经的观点来讲，上帝是咱唯一的日光，咱的光吼，是咱唯一的光芒啦吼。所以照着经文甲咱讲，咱若有即个光日光也好，还是讲上帝的光，咱就无搁再活伫即个黑暗的中间。这是伫整个的圣经拢一直咧贯穿的一个思想。先伫以赛亚所带来预言甲信息咧讲，恁无搁再受到气杀，恁无搁再受气杀，受到怨恨，无搁再是伫即个人无介济受遭灭的城内底。我要互恁来伟大，来变成做真水，成做永远快乐的所在。万国要来照顾你，列王要亲像老母来养饲你。迄个时阵，你就知我是拯救你的上帝，我是以色列人全能的救赎者。咱知影以赛亚书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受掠因伫迄个所在无有光芒因的性命亲像拢伫暗暝共款，是无光彩的无有色彩的。所以以赛亚咧讲伫上帝光的中间，日时甲黑暗拢共款。为什么是安尼？因为日时无搁再需要日头暗暝你也无搁再需要月亮伊讲你的上帝是永远的光，我是你的上帝的阳光要照你，日头永无落山，月亮也无稳重。你的上帝是你永远的光，你悲伤的日子要终止。这是咧讲着互即个受掠以色列人的光芒啦吼。可能亲像咱之前捌分享过，基督徒要成做月亮光来反射日头的光。当日头出现的时阵，月亮光就无去无法度搁再光现。但是咱再进一步来想，日头甲月亮拢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是光。当上帝的光出来的时阵，日头的光就无搁再有存在的必要，就无搁再有存在的必要啦所以这会通讲真正亲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
所以军队上帝的人就因为有上帝的光，就无搁再行伫即个黑暗的中间。到底什么人会行伫黑暗呢？遐个明明知影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人，因为因无法度见光，所以伫遐个所在行伫光明的人，无论是行伫日时还是行伫暗时，因拢共款。因的性命有上帝的光，有上帝的光彩。亲像诗篇的经文安尼讲，伫患难的中间，因求叫上帝，伊救因脱离遮个灾厄，伊带领因行伫路，直到通徛起的城。佫有诗篇121篇第6节安尼讲，日时太阳袂伤你，暗时月亮嘛袂害你。这是因为咱伫上帝光的中间咧行，有上帝的保守。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对所有军队的人来讲，我是世界的光。军队我会得到生命的光，决断袂行伫黑暗内底。咱会知影，亲像以赛亚的时代共款，伫耶稣时代当初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因受到罗马的统治，嘛甲以色列时代受领的以色列人共款，是一个见袂着日头的一个政治的气氛。但是耶稣基督所提供互因的，毋简单伫即个政治的顶悬，也伫因灵性的活命带来望。所以讲，我是世界的光，对我会得到生命的光。所以咱无搁再行踏伫即个黑暗的中间，这是耶稣所想说世间人的应允甲望。无搁再行伫黑暗中间，好若参像一首诗歌的歌词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咱决断会赢过，咱决断会搬过所有的困难，咱决断会赢过所有的遮个黑暗。因为即一天就是当咱愿意甲耶稣同行的时阵。我毋知影咱是毋是知影，有一寡人有即种细空间的恐慌的症，叫密闭式恐惧症吼。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啦大部分有安尼的问题的人，拢是捌伫迄个细空间，也是讲真黑暗的空间，受到惊吓的即个经验。如果会当赢过即种的经验，不但伫大个空间无问题，就算伊上惊的即个小个空间，伊也袂搁再惊吓。当咱无搁再陷落伫迄个黑暗，黑暗就是讲无信心、无望啦不但安尼，咱的生命也要真坦然，无搁再行伫即个黑暗的中间脱离困境，无搁再行伫黑暗，是第一个角度啦就是讲，照圣经讲，就是以赛亚的时代的以色列人，还是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另外一个是讲，咱的生命是一个真坦然、真光的，无搁再伫黑暗。咱用即个亚当、夏娃来做例啦当因无听上帝的话，犯得罪上帝的时阵，就上帝出来的时阵，伊嘛避掉的伊毋敢见上帝的光无搁再行伫黑暗，表示咱得到迄个赦免，咱的生命嘛真坦然有光，咱会通真勇敢来面对上帝。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3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到第3节，第17到22节，以赛亚书第60章15到22节，约翰福音第8章12到20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再有黑暗，或是说不再行走在黑暗当中。黑暗通常在圣经里的角度，就是指的上帝这个光的反面哈。那很大的部分在圣经里面就说有一群人失去了这个生命的盼望。台湾有一个药商的广告，它的广告词是这样说的，说肝如果不好，人生是黑白的。也就是说人生失去了所谓的光彩，没有健康的身体，健康就失去了盼望。而基督徒是因为失去了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生就会变成黑白。那失去了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会从两个角度去看哈。我们先讲从色彩学来看，色彩学说黑跟白不是色，黑跟白以外所有的颜色都是色彩。所以在黑暗里面，我们或许能够辨别出黑跟白，可是所有的中间色我们都看不到。如果我们有机会在外面行走，然后碰到没有路灯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其他的颜色。但是如果摊在阳光下，我们就可以辨别出非常多的不同颜色。所以我们如果要活出色彩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活在阳光下。就圣经的观点来说，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亮光，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所以基督徒如果有了阳光，说日光，那么我们就不再于这个活在这个黑暗之中，不再行走在黑暗之中。这是先知以赛亚所带给以色列的预言与信息哈。他说：“你不再被遗弃，被憎恨，不再是烟掘机的城。我要使你茁壮雄伟，成为永远快乐的地方。万国要来照顾你。”列王要像母亲来抚养你，那时你就知道我是拯救你的上主，我是以色列全能的救赎主。我们都知道以赛亚先知这个时期，以色列人是被掳的，对他们来说生命是没有盼望的，他们就是在这个黑暗当中。那先知以赛亚用这样的预言告诉他们说，上帝的光是白天黑夜都一样的。19节这样说哈，白天你不再需要太阳，夜晚你不再需要月亮。你的上主是你永远的光，你的上帝的荣光要照耀你。太阳永不下山，月亮也永不隐藏。你的上主是你永远的光，你悲伤的日子将要终止。好，我们来想一下啦。太阳不下山，月亮不隐藏，可是前面又说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月亮。为什么？我们最近也都在讲这个光。牧师曾经说过，基督徒要当月亮一样的反射太阳的光。当太阳出现的时候，月亮的光就失去了功效。好了，现在问题是来了，那太阳光呢？太阳跟月亮其实都是上帝的创造，那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亮光。如果上帝一出现的时候，太阳跟月亮的光也失去了功效这个概念我们就很清楚了哈。跟随上帝的人就不再行走于黑暗，为什么？就像今天的经文以赛亚说的，白天你不需要再有太阳光，因为你有上帝的光；晚上你不再需要有月亮的光，因为你有上帝的光。所以圣经又讲得很清楚
这样的行在上帝的光中的人，他连白天跟晚上对他来说都一样。什么样的人行在黑暗？那些明明知道这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人，他故意去犯，他们见不得光这是第二个角度。他们只有行在光明当中的人呢，对他来说，白昼跟黑夜都是一样的。这个光明当然是指上帝的光。他们生命当中有上帝的亮光，对他们来说就无所谓了，他们就不害怕了。诗篇的经文提到的，在患难当中，他们求告上主，他救他们脱离祸患，他带领他们也走直路，直到可居住的城邑。那我们又在诗篇121篇第6节里面看到经文这样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因为我们是在上帝的光中行走，有上帝的保守。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的经文记载了耶稣对所有跟随他的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绝不会在黑暗里走。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而言，受到罗马统治是一个不见天日的政治氛围，就很像在以赛亚时代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没有盼望。但是耶稣基督所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在政治上而已，很多人就这样误解那事实上，耶稣所提供给他们的是一个灵性生命的盼望，不再行走在黑暗的道路当中不再行走在黑暗的道路当中。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给世人的这样的应许跟盼望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胜过黑暗，不再行走在其中。有一首歌的歌词这样说：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我们都会胜过，如果我们依靠主的话，如果我们跟主同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知道有人有这种密闭式的恐惧症那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部分这样的人呢，都曾经受到小空间或是昏暗空间的惊吓，过度惊吓。那如果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心理障碍，就不但是在大空间没问题，就连他们最害怕的小空间也不再会有惧怕之感觉。那时候我们就不会陷落在黑暗里面。不仅是如此，我们的生命也必会坦然，不怕行走在这个光的当中。脱离困境，不再行走于黑暗，是第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生命坦然，不在黑暗当中。我们就以这个亚当跟夏娃为例，他们犯了错，违背了上帝，他们就躲藏起来，不敢见上帝的光。他们就不敢再行走在上帝的面前。那我们不再行走在黑暗当中，也表示我们得到了赦免，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坦然的面对上帝了。